其實個跑會係叫民間體育會啊嘛，咁其實最主要唔係我搞嘅，係啲即係啲大埔嘅居民一齊，即係我集合咗之後啦，咁佢哋自己開始咧有分工，咁個分工裏面咧會有一個街跑啦，會有一個場地嘅慢跑啦，或者有一個係衝圈嘅 interval 啦。今次係髖關節大髀。2、3，1、2、3。即係其實我哋係逢星期二都會 welcome 即係唔止大埔街坊啦，即係其實所有人都 welcome 咁樣，即係一齊嚟跑步啊嗰啲，即係一齊喐動下。即係原本可能冇乜做開運動嘅，咁可能受到即係呢個邀請咁樣就一齊跑啊，咁即係慢慢跑，咁慢慢跑就會即係越嚟越會即係健康啲，個人會 fit 啲啊咁樣。我覺得係一個正面嘅推動嚟嘅。記得話，咁我就會帶住一個7分 pace 嘅配速啦，即係每1公里跑7分鐘嘅，係一個好舒服嘅配速嚟嘅，一個入門都可以跟得到嘅一個速度啦。咁我哋嘅目的就話希望一啲街坊可以連續1個鐘頭做運動。佢哋通常平時都做唔到咁長嘅運動嘅。咁所以嚟到我哋一班人一齊傾住偈啊，慢慢去跑咧，咁就可以逢星期二做到1個鐘頭嘅運動啦。